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10月2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3篇第1节到第8节，民数记第12章第1节到第9节，启示录18章第21节到2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坠落。感谢上帝，前不久有一位在加州的好朋友杨医师，他特别带了这个麦克风给我，可能听过我声音不是很好。那最近我比较有空去买了这个转接头终于可以使用了。希望今天的声音比之前更好，感谢上帝的恩典。那今天的分享，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受到上帝的呼召来跟随上帝，但是呢，当他到了应许之地迦南地的时候，他看到当地发生了严重的饥荒，因此他就继续的往南走。和合本的圣经记载说，他是下到埃及去。创世纪第12章第10节到17节，圣经的记载，迦南发生饥荒，情况非常严重。亚伯兰一直往南迁移，到了埃及，要暂时在那里居留。他们来到边界，快进入埃及的时候，亚伯兰对妻子撒来说：“你是一个美丽的女子，埃及人看见你一定会说这是他的妻子，因此杀害我而留下你。你要告诉他们你是我的妹妹，他们就会因为你的缘故饶我的命，好好待我。”亚伯兰越过边界到了埃及，埃及人果真发现那女人非常美丽，有宫廷的官员看见她，就在国王面前赞她美丽，她就被带进王宫。因为她的缘故，国王厚待亚伯兰，赐给他许多的牛、羊、驴、骆驼和奴隶。但是由于国王带走亚伯兰的妻子撒来，上主就降灾，使国王和王室的人都患了可怕的疾病。于是国王把亚伯兰招来，问他：“你为什么这样待我？为什么不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？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妹，而让我娶她呢？你的妻子在这里，带她走吧。”于是国王命令左右赶亚伯兰出境，他们就把他和他的妻子以及他所有的一切都送走了。亚伯兰他一旦离开了上帝的应许道路之后，他就一路的往下坠落，甚至因为害怕被杀而否认自己美丽的太太。就如同那种卡通影片的场景一样，我们就看到那个画面，有一个急速下坠的亚伯拉罕紧急的刹住。现在的语言说，他就止跌回升了。那不是因为他的厉害，是因为上帝出手。上帝的恩典让亚伯拉罕不要错得太离谱，而让他有回头的机会。在服侍的过程中，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，我们经常有这样的机会，会因为自我中心，会因为骄傲而离开了上帝的道路。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们因为没有食物，
没有干净甜美的水可以喝，他们就埋怨上帝，攻击上帝的仆人，甚至连带头以色列出埃及的伟大领袖摩西，也因为生气而得罪了上帝，失去了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的机会与福分。所以圣经要我们时常反省我们自身。哥林多前书第11章27到31节这样说道：所以无论谁要是不用敬虔的心吃主的饼，喝主的杯，他就冒犯了主的身体和血。每一个人都必须先审查自己，然后吃这饼，喝这杯。如果他不辨认所吃喝的跟主的身体有关系，他吃这饼，喝这杯，就是自招审判。为了这个缘故，你们当中才有好些衰弱的、患病的，有些死了的。如果我们先审查自己，我们就不至于受审判。如果我们不能自我反省，那么我们所领受的救恩就要成为指控我们的权柄，如同摩西的姐姐米利暗、哥哥亚伦一样，他们的心里回到了人原始生命。他们想说：“你是我的弟弟，我凭什么我们都要听你的？”这样的一句话就很像那一位打人的希伯来人所发出的质疑，问道：“谁派你来做我们首领，做我们的法官？你杀的那个埃及人也要杀我吗？”我们又看到民数记12章第1节到第9节这样的记载：摩西娶了一个古时的女子为妻，米利暗和亚伦为这件事情批评摩西。他们说：“难道上主只借着摩西说话吗？他也不借着我们说话吗？”这话上主听见了。摩西是一位谦虚的人，他比世上任何一个人都谦虚。上主突然对这个摩西跟亚伦还有米利暗说：“我要你们3个人都到我圣幕这里来。”他们就去了。上主在云柱中降临，站在圣幕的门口，叫他们亚伦、米利暗，他们2个就站出来。上主说：“你们听我说，你们当中有先知的时候，我在异象中向他们启示我自己，在梦中对他们说话。可是我和我的仆人摩西说话却不一样。我派他管理我所有子民以色列，所以我和他面对面说话，清清楚楚，不用谜语。他甚至看见我的形象。你们怎么敢顶撞我的仆人摩西呢？”上主对他们发怒，因此当他离去的时候，米利暗以及亚伦2人都因为骄傲，因为嫉妒，就不顺服上帝的安排，也因此他们的生命就坠落了，就如同亚当和夏娃一样。他们因为追求自己的喜好而入了迷，就坠落了。被译表为大巴比伦的罗马政权将会坠落，因为他们骄傲，他们更成为了上帝敌对的对象。
因此，约翰在启示录里面的预言这样说道：接着有一个强大的天使举起一块大磨石那样的大的石头，抛到海里去，说：大城巴比伦也要这样被猛烈的按下，永远不再出现。你再也听不到琴师乐手的音乐和吹笛吹号的声音，各种手艺的技工再也找不到，推磨的声音再也听不到，灯光再也不发亮，新郎新娘的轻言细语再也听不到了。你的商人都是世上最有势力的人，世上的人也都被你的邪术迷惑了。巴比伦受惩罚，因为在这城里发现了先知和上帝子民的血。是的，所有在地上被杀的人的血都在这里城里面发现了。在路加福音第10章18节到20节，当门徒受差遣回来之后，耶稣基督曾经说过：我曾看见撒旦像闪电一样从天上坠下来。你们听吧，我已经赐给你们权柄，能够践踏蛇和蝎子，也能胜过仇敌一切的力量，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加害你们。但是，不要因为邪灵向你们降服而高兴，却要因为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而欢乐。这就是所谓的坠落的天使。基督徒必须自我警醒，否则就很容易入了迷惑，否则就会像亚当，就会像彼得，那个被耶稣基督称为撒旦的一样，更会如同巴比伦以及罗马帝国等等的第一基督一样，被上帝给投下。基督徒应当时常自我的反省，紧紧的跟随上帝的脚步，免得自己因为骄傲就成为了坠落的天使。诗篇63篇第1节到第8节：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热切的寻求你，像一块干旱焦灼无水的田地。我切望你，渴慕你，求你让我在圣所朝见你，让我看见你的大能和你的荣耀。你永恒的爱比生命更宝贵，因此我要颂赞你。我一生一世要感谢你，我要举起双手向你祷告。我的灵要饱享盛宴，我要向你歌唱欢乐赞美诗。我躺在床上的时候纪念你，我整夜默想你，因为你时时帮助我。我在你的翅膀庇护之下欢乐歌唱，我紧紧跟随你，你的右手扶持我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成为一位忠心的仆人，忠于你给我们的呼召，使我们得蒙上帝喜悦。帮助我们不要因为骄傲，因为自我中心而成为坠落的人，离开主道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